你有冇諗過點解身邊有啲人前半生普普通通，晚年可以含鱉弄孫、手頭鬆動，而有啲人打拼咗大半世，老咗反而要為錢為仔女操心？呢個唔係命運安排咁簡單，係你手相入面最細嗰條手指小指出賣咗你。我成日同啲客講，你哋唔使下下揾我批八字咁複雜，你低頭望下自己隻左手，望下右手嗰條叫水星指嘅小指，就掌管住你50歲之後嘅晚運，你啲仔女孝唔孝順，同埋你晚年有冇啲估唔到嘅偏財運。今日李居明就同你拆解呢個人人都睇得明嘅小指過三關秘列，等你知道自己下半世條路係點行好。大家即刻伸出你隻手出嚟，男左女右呢個講法，面上手上都通用，但係你要記住，男仔左手代表你嘅先天同事業運，右手就代表你後天嘅晚年運。女仔就調翻轉，右手係先天，左手係晚年。最穩陣嘅做法係兩隻手都拎出嚟對照住睇，因為有啲人天生左右手長短有別，呢個正正隱藏咗你點樣由前半生過渡去後半生嘅玄機。而家將你隻手太平，手指要自然伸直，唔好故意拗直或者屈曲，否則就唔準噶啦。跟住你用另一隻手嘅手指毛下你無名指第一節嗰條橫紋，即係你無名指最貼近手掌嗰一節嘅關節紋，呢條紋就係我哋嘅基準線。你對比下你條小指盡頭去到邊個位，如果你條小指嘅長度明顯長過無名指第一節條橫紋，呢個就係正宗嘅過三關格局。我同你講，你呢鋪發達啦！擁有小指過三關嘅人，天生腦筋轉數快過人，把口又叻，講嘢說服力強，年紀愈大，呢種特質就愈明顯。你唔好以為人老咗會用，你係愈老愈精，商業嗅覺敏捷到不得了。後生時可能時機未到，但一過50歲，你嗰種精算嘅眼光就會發揮出嚟，投資咩都好似有神助，財源滾滾。來呢種手相嘅人晚年性格係點？我話你知，佢哋絕對唔會係古板固執嘅老人家，反而係好識享受人生，思維敏捷，同後生仔溝通完全冇代溝。講到仔女緣，直頭係你嘅福氣所在。你嘅子女通常都好有出息，讀書叻，做嘢又有上進心，最重要係佢哋識得孝順父母，唔使你勞氣。到你老咗，佢哋會主動關心你，逢年過節一定陪伴在側，邊度會孤單啊？財務方面更加唔使講，你係屬於典型留得住錢財嘅格局，賺到錢之餘，仲識得將啲錢滾大，唔會胡亂揮霍。好多有呢種手相嘅長者，晚年都有物業收租、股息收入或者一筆可觀嘅積蓄喺度，手頭非常鬆動，真正係福壽雙全嘅表徵。好啦，如果你條小指嘅長度啱啱好同無名指第一節條橫紋齊平，差唔多水平線，咁呢個就叫做齊平之上。李居明同你講，你唔好覺得唔夠過三關就係輸勢，絕對唔係呢種手相代表你晚年生活平穩安泰，係一種好有福氣嘅自力更生型好命。呢類人嘅性格傾向穩陣務實，唔會做啲高風險嘅搏殺投資，但正正因為咁，你唔會有大上大落嘅風浪。晚年你嘅衣食住行完全唔使有心，雖然未必係大富大貴住山頂豪宅嗰種，但你唔會有乜嘢災難，病痛都少，簡簡單單就係一種稱福同仔女嘅相處之道，更加係現代社會最理想嘅家庭關係。你同子女之間互相尊重，各有各嘅生活空間，你唔會加諸自己嘅期望喺佢哋身上，佢哋亦都好自愛自食其力，唔會做新手黨。你哋嘅關係好似朋友咁融洽，逢年過節一家人齊齊整整食餐飯就係最大嘅幸福。呢種和銀冇負擔嘅晚年，不知幾多個三關嘅人都恨唔到你，話係咪一種好命先？講到呢度，如果你發現自己條小指嘅長度係明顯短過無名指第一節條橫紋，爭少少先到嘅，又屬於不過三關嘅類別，先唔好緊張，唔好自己嚇自己。小指短絕對唔代表你係苦命，千祈唔好有呢種諗法。佢只係一個警號，提醒你晚年有一樣嘢要特別注意。就係你心太軟，擁有小指偏短嘅人，普遍有一個特質，就係耳根子特別軟，同理心好強，見唔得人哋慘。呢種性格年輕時係優點，人人話你善良，但一到晚年，呢個就係你嘅致命盲點。你會容易為子女嘅事操碎心，明明佢哋已經出身，你仲係放心唔落，總想將最好嘅嘢塞俾佢哋。好多時人哋睇中你呢種性格，就會嚟遊說你投資或者借錢。
你因為面皮薄唔好意思拒絕，就將自己嘅老本提早拎晒出嚟，結果呢啲錢借出去有去無回，或者過早將資產分晒俾仔女，到自己真係需要用錢時，反而手頭拮據，要睇人面色。但我要再講一次，呢個只係一個先天嘅傾向，唔係定局。小子短嘅朋友，你哋嘅晚年其實係另一種修行，就係要學識拒絕同自私少少。你只要後天醒覺，知道呢個缺點，守住自己嘅財富，唔好胡亂作擔保，唔好輕信高回報嘅投資計劃，你絕對可以安享晚年。講到呢度，快啲睇下你隻小指係過咗橫紋定係增少少。如果你嘅小指偏短，千祈唔好慌。我後面會教大家幾套獨門嘅後天補運法，包括點樣透過風水擺設嚟增強你嘅水星子能量，等仔女主動孝順你，仲有教你點樣用一個最簡單嘅握拳守財法，等你嘅錢銀唔會再無端端流走。呢啲統統都係我幾十年嚟嘅實戰經驗，幫過無數人扭轉晚年運勢。如果你想為自己同屋企人積聚晚年福氣，記得即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點讚支持一下，好運自然跟住你嚟。你而家知道咗自己嘅先天格局，下一步就要學識點樣將好嘅維持，將唔好嘅轉化，唔好走開，跟住李居明。等陣間我哋逐個部位同你拆解更多手相秘技。好啦，睇完長短，我哋再深入多一步，你條小指嘅形狀，佢係筆直向內彎定向外翻？呢個學問仲犀利。直接話俾你聽，你60歲之後係點樣過日子，同埋你同屋企人嘅緣分係親密定係疏離。而家你再伸出隻手出嚟，今次睇真呢條小指嘅走勢。如果你條小指生得非常筆直飽滿，指節分明，恭喜你！你呢種人係晚年嘅清醒派，你為人正直，最憎人走捷徑玩手段，呢種性格會令你愈老愈受人尊重。最緊要係你晚年至老嗰日都保持思維清晰，絕對唔會老糊塗，同啲孫仔孫女相處，你仲精靈過佢哋。健康方面手腳靈活，少病少痛，同後輩關係簡直係模範。佢哋當你係偶像咁崇拜，有咩心事都中意同你傾。你嘅晚年生活係充滿笑聲同溫暖嘅。如果你條小指望落去係微微向無名指嗰邊靠笠，即係向內環呢種手相嘅人，我成日話佢哋係屋企人嘅守護星。你呢種人極度重視家庭溫暖，晚年對你嚟講冇嘢緊要得過一家人齊整，你會好依賴你嘅配偶同老伴嘅感情，如老如恩愛，簡直係糖黐豆，對仔女嘅付出更加係無微不至。你會將佢哋嘅事當成自己嘅事，家庭凝聚力強到你唔信，每逢過時過節，你間屋一定係最熱鬧嘅聚腳點。因為所有人都中意黐住你，感受你嗰種無私嘅愛，呢種親密無間嘅家庭關係係你晚年最大嘅財富。但係如果你條小指係明顯向外面翻，同無名指分得好開嘅，呢種人嘅晚年又係另一個境界。你係天生嘅自由條呀，性格獨立到爆，最怕人管，最憎畜殺。到你晚年，你絕對唔會想同仔女一齊住，你覺得各有各生活先係最舒服。你會將啲時間同心機全部擺喺自己嘅興趣度，今日去邊度行山，聽日約班朋友去邊度飲茶，後日可能已經計劃緊去邊個國家旅行。你嘅晚年生活多姿多彩，不知幾咁送難。呢種絕對唔係冇福，而係一種獨立自主嘅福氣。你唔使靠人，自己一個都過得精彩。呢種福氣好多人都恨唔到㗎。睇完成條小指嘅曲直，我哋再將焦點放翻喺指節上面。你知唔知小指分3節，每一日節嘅長短都代表你晚年唔同層面嘅福分。而家你摸下自己條小指，睇下邊一節最長。如果你係最頂端，即係有指甲嗰一節最長嘅，你呢種人晚年把口認真犀利，不過係讚你口才了得，智慧過人，你講嘢好有份量。後生仔聽你講嘢都會覺得學到好多嘢，自然對你肅然起敬。你喺家族入面係定海神針嘅角色，有咩大事都係由你一手定音。呢種受晚輩尊重嘅感覺係用錢都買唔到嘅福氣。如果你條小指嘅中間嗰一節最長嘅，你呢種人係典型嘅實幹型企業家性格，你絕對唔會因為退休就停止揾錢。你個腦成日都喺度轉，諗緊有咩新嘅方法可以增加收入。晚年你依然有好多賺錢嘅渠道，偏財運好到你唔信，好多時都係估唔到嘅機會自己送上門。你係屬於愈老愈有錢嗰種人，晚年經寒能力絕對唔使擔心。而如果你係最底端，即係最貼近手掌，
嗰一節最長嘅你呢種人就最識念世界，你極度注重生活品質，食飯要食好嘅，着衫要着舒服嘅，住嘅環境要優雅，你嘅晚年生活絕對唔會沉悶。你會好懂得安排節目，去試新餐廳，去睇展覽，去聽演唱會，總之就係過得多姿多彩。你有口福，有物質享受，呢種就係人間極樂嘅晚年。睇完指節，仲有一個地方係重中之重，係你小指嘅根部，即係手掌近手腕嗰個位，我哋叫水星丘。你而家用手指嘅中間嗰個位感受下，嗰度啲肉厚唔厚？如果你嗰度嘅肉係厚實得嚟有彈性，我同你講，你晚年嘅現金流非常充沛，流動資產多，即係你手頭會經常有鬆動嘅錢可以用，唔使周圍騰。但如果你高落去係乾達凹陷，冇乜肉地嘅，咁你就要留意晚年要更加暗慎理財。呢個手上係提你要提早做一啲穩健嘅儲蓄計劃，積谷防�n，咁就萬無一失。最後講一個最多人忽略嘅地方就係指縫，你而家將隻手伸直，將小指同無名指用力合埋，你睇下。兩條手指之間有冇一條好大嘅罅隙？如果合埋之後幾乎係密不透風嘅，咁就非常好，代表你守財能力強。但如果條罅隙大到可以攝到隻手指入去嘅，即係話你晚年為人太過大方，係一個散財童子。你呢種人對人好到冇底線，成日驚人哋唔夠使，借錢俾人又唔識拒絕，結果就係自己漏財。呢個手相係提醒你，對人好都要有個譜，尤其係錢銀方面要學識睇緊啲，否則啲錢就好似沙咁，不經不覺喺指縫入面流走晒。大家伸直隻手睇下，你嘅小指到底係筆直向內靠定係向外翻？你三節指節入面邊一節最長？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知，我會親自睇大家嘅留言，同大家互動加持。你講得愈詳細，我就愈容易幫你點出當中嘅玄機。記住，命運從來都喺自己手中。你睇得通呢啲信息，就自然知道條路點行先係最啱自己。講到呢度，你已經學識咗點樣由小指嘅長短形狀同指節去睇自己嘅晚運。但李居明要話你知一個更深層嘅秘密，你條小指唔止關乎財富同家庭，佢仲係你身體嘅預警雷達，直接同你嘅健康息息相關。喺中醫同玄學嘅角度，小指歸守小陰、心經同守太陽小腸經，佢係緊氣嘅晴雨表。你可以試下觀察自己嘅小指，如果佢望落去膠白冇血色，過於短小或者乾得凹陷，呢個就係身體俾你嘅信號，提示你晚年要特別注重心血管嘅保養同近氣嘅調理，尤其是50歲之後，千祈唔好再好似後生時咁捱夜。嗰啲爐茶咖啡盡量少碰，多飲溫水，每朝早去公園散步半個鐘打下太極就更好。你將身體底子打好，就係守住最大嘅晚年福氣。呢樣嘢比你有幾多錢都重要。你知唔知好多嚟揾我睇相嘅老人家，佢哋晚年嘅煩惱往往唔係冇錢，而係身體出咗問題，搞到一家人團團轉。所以我成日講，你睇手相唔係為咗認命，而係為咗提吉避凶。既然知道咗自己嘅先天格局，就要用後天嘅方法去補救同強化。今日李居明就破例將我門派嘅小指晚年改運3大法門傳授俾大家。呢啲方法簡單實用，任何人都做得嚟。第一個法門叫做流甲續運法，呢個係傳統雙學入面一個好巧妙嘅秘訣。如果你條小指先天係唔過3關，短過無名指第一節橫紋嘅，你可以試下將小指嘅指甲適當留長少少，唔使太誇張，只需令到指甲嘅尖端啱啱好超過嗰條橫紋就夠。呢個做法嘅原理叫做借甲續氣，透過物理上嘅延長嚟補足你嘅水星能量。你唔好睇少呢個動作，指甲喺雙學入面代表氣嘅延伸。當你個指甲過咗關，你嘅自信心、溝通能力同埋決斷力都會隨之提升，人哋望見你都會覺得你精神飽滿，運勢自然就順暢起嚟。第二個法門就係美戒鎖財化小人法。你見唔見好多老人家甚至後生仔都會戴隻戒指喺尾指度？呢個唔係純粹氹靚噶，喺我哋玄學嚟講，小指佩戴戒指有2大作用。第一係鎖住你嘅財氣，防止漏財。你有冇試過成日唔見銀包、唔見鎖匙，或者成日借咗錢俾人收唔返？呢個就係漏財嘅象徵。戴翻隻戒指就可以將啲財氣鎖實。第二個作用係防小人，尤其係晚年，你最怕就係俾人呃，俾人利用戒指嘅金屬能量，可以形成一個保護罩，幫你擋住一啲不必要嘅是非同口舌之爭。
至於帶咩財質好，銀戒有辟邪作用，玉戒就溫潤養人，金戒就旺財。你可以根據自己嘅八字同喜好去揀，最緊要係戴得舒服，戴得心安。第三個法門亦係最關鍵嘅一個，叫做收口德語，守住老本底線。水星本身就掌管說話同人際關係，你條小指嘅能量其實同你把口有好大關聯。我發現好多晚年過得唔好嘅人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成日抱怨。抱怨仔女唔孝順，抱怨政府唔好，抱怨呢個，抱怨嗰個，結果真係愈抱怨愈黑仔。相反，你留意下身邊嗰啲有福氣嘅長者，佢哋永遠都係笑口常開，開口埋口都係讚美後生仔，鼓勵身邊人。呢個就係口吐蓮花引貴人嘅道理。你預講好嘢，好嘅人同事就自然會埋你身。由今日開始，你試下每日講3句讚美說話俾你嘅伴侶或者仔女聽。我擔保你哋嘅家庭關係即刻和緩好多。但係講到最現實嘅層面，李居明要俾一個好重要嘅智慧叮當。你再點樣疼愛你嘅仔女，再點樣想幫佢哋，你都要記住一件事：自己嘅養老本，自己間養老屋，一定要牢牢掌握喺自己手裏。呢個絕對唔係自私，而係你留俾自己嘅尊嚴，留俾成個家嘅安穩。你睇下而家社會有幾多因為錢銀狗粉，搞到兄弟姊妹反目兩老，無家可歸嘅悲劇。你守住自己嘅底線，仔女有困難時你量力而為幫手，但係絕對唔好將成副身家過晒俾佢哋。你有錢喺身，仔女反而會更孝順你，因為佢哋會尊重你嘅意願。你一嘢將所有嘢分晒出去，你嘅價值就冇咗，到時要睇人面色過活，嗰種滋味先至難受。你記住，首相從來都唔係一成不變嘅。我睇上幾十年，見過無數人後生時條小指短到唔過關，但因為佢哋後天多行善事，心境開朗到老咗條小指望落去都好似圓潤咗有肉咗。呢個就係相由心生嘅道理，心善則相善，心寬則福厚。你今日掌握咗呢啲知識，就等於拎住咗打開晚年幸福大門嘅鎖匙。如果今日呢段分享對你有啟發，請大家分享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，功德無量，等佢哋都可以及早為自己嘅晚年做準備。呢個就係你送俾佢哋最好嘅禮物。記得訂閱頻道，打開小燈。李居明會繼續同大家分享更多實用嘅玄學智慧。如果想為自己同屋企人求個好兆頭，請喺留言區留低一句晚年大吉，福氣自來。我祝願大家晚年衣食無憂，子孫孝順，笑口常開。你今日種下嘅善念，他日必定會化成福氣，回報喺你同你家人身上。祝福各位後會有期。